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成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暗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仁。今仔日咱来关心校园的安全。咱以早讲校园是一个象牙塔，那么即马完全就社会化，注重人权，唔通强硬坏爸爸。但是又果是要如何来教导学生保护自己，甲会存车？咱今仔日好好啊来讨论。来，首先紹介現場的來賓，頭一位台北市基督教禮友中心副執行長劉豐信。大家好，我是禮友中心劉豐信。那麼第二位，全國家長會會長的聯名理事長黃正明。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咱成眼界的黃主持人你好。那麼第三位，台大政治系大二生，嘛是學生團體 @youth 共同發起人李瑞林。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李瑞林。那麼第四位，銘傳大學犯罪防治學系副教授王碧琪。主持人加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銘傳大學王碧琪。那麼，咱繼續來關心，這就是新北市被葉東涌掛着紅棍仔的國三學生，昨暗時已經過往了。目前動手的學生已經被少年法庭裁定收容，專案會以殺人罪或者是傷害秩序罪來偵辦。初步相驗的結果，受害學生去插了10刀。都是上課時間，學生陸續到學校。新北市這間校園自5這一天發生掛紅棍的案件，一國三學生和同校的學生提刀啊攻擊刑砍嘅紅棍，經過搶救，有緣宣告不治。我們經過證實呢，學生已經在昨天晚上辭世。對於發生這樣的事情，我們真的感到非常的遺憾跟痛心。那接下來教育局跟學校會全力來提供家長有關於法律跟家庭支持的各項協助。細個10個學生疑似要為女童而出氣，提刀攻擊15歲10個學生，造成大量失血、失去生命現象。第陣葉克部救命，恢復喘氣心跳，不過經過2天的急救，最後有緣不治。這少年性命都安尼無去。新北市教育局表示，已經指派心理師等人駐校追蹤輔導，不過今嘛個驗出傷者不止1人。沒有這樣的狀況啊！我們講的那個網絡訊息從哪裡來？我們看到網絡訊息。我們就去再做求證，都沒有這樣的事誒。案件一直滾到網絡去傳出，代誌發生的時陣，有一個女同學向前到3工手也受傷，不過學校澄清只有1人受傷。10個學生過身了後，檢方也指派檢察官上驗。我們只有處理相驗，少年刑事案件要等到法院審查重罪的話，他就會移給檢察官偵查。涉嫌動手的細個10個學生已經被裁定收容，專案不排除轉由殺人或者是傷害致死罪來偵辦。不過檢方表示，相關的案件調查抑閣佇個少年法庭，若法院裁定以上，檢方就會介入後續的偵辦。記者綜合報道。因為愛保護着這個少年犯，或者是講少年子弟吼。所以真濟犯案的細節，咱攏無甲披露咱也無打算講在這個內面來討論到案情。咱主要是要互大家來知影講，到底即馬校園內面，咱的子弟去讀冊，會安心、會放心，而且會當好好來求學，好好來讀冊吼。首先，我來請教着副執行長吼，恁也接觸真濟case。到底有人講即馬人心不古少年的即個青少年真正是無像咱以前咧戇戇呆呆，攏較好看教。即馬攏安尼無法度，閣要講究人權，足歹甲因溝通，敢是安尼？阮做少年服務中心嘛幾多年啊？照實講其實囡仔來少年服務中心有介濟攏是。伊的課業有困難，伊家庭關係有困難，還是講感情的困難，甲佇外口一寡社區的人鬥陣，攏產生介個麻煩，需要大家來鬥相共。所以我是感覺講囡仔少年人即擺的問題較早是差不多，
其实是共款。是共款，其实共款，只是家庭、交友啦、学业，只是环境无共款啊。所以你需要去面对的，这到底是啥物问题？即马都要有新的观念来处理，哈，来看。因为较早大家拢会认为讲，有一寡代志是迄因厝内代志，哈，外人都莫插较济。但是即马无共款哦，因为即马你若讲，你若无去甲帮助，有可能伊伫咧厝内，还是讲伫咧社区内底。受到较歹的影响，嘛可能，因为即摆是网络的世界吼，该影响该大。副主任就你会当举一个例，讲以早本队是做法是讲啊，这恁厝内代志咱莫去介入，但是即摆无共款，时代无共款，咱就爱来介入，某种程度爱去甲有资源，啊，互因安尼三人共共5万啊去讲好啊，讲会春车。有啥物例有通好讲，咱小理解。是讲较早父母若管囡仔、拍囡仔，大家都较袂去管嘛，就讲因兜的代志啊。但是即摆阮知影，大家拢了解讲，囡仔若定定去互拍，可能伊的心态，伊的迄个情绪会控制，会拢，整体来讲拢无好，其实拢会无好。所以即摆为咱的迄个一寡新的。观念来讲，新的了解吼，咱都爱需要去帮助在家庭的沟通，也是讲伫学校的读册，共款拢是国文、英文这物件嘛。但是这个世界需要工作的能力就无共款啦，开始无共款啦，所以咱都爱带新的物件入来，吼，因的关系，也是讲因的学习的方向，拢有一寡新的色彩，啊无。介侪家长嘛无讲真个了解讲啊，即摆个世界，这网络的世界，囡仔会当大汉会当做啥？吼，像有个囡仔讲啊，我想要做 YouTuber，啊，但是家长就讲啊，迄山蛙哥，嘿啊，迄是啥？都无了解，你都要有人去互因做了解这代志。嘿，我感觉这是这个时代的条件。对。啊，算了，我要请教着李署长吼。好。即摆校园我头一开始就点着，即摆校园哦，爱注重人权呐。吼，咱以早吼，若是迄个交会的时阵哦，出去了，迄珠宝拢叫人悄悄起来。你有炸啥物违禁品哦，你完全拢袂走去。即摆袂使咯，吼，而且嘛爱注重讲，你袂使甲骂甲伤迄落，伊就是随着甲你投诉，吼，啊，甚至免讲要甲拍啦。啊，到底即摆的即个校园内面，高中也好，初中也好，即摆现主是教学现场啊，我是听真侪老师咧讲啊，即摆囡仔拢无法度教，到底是人心不够，还是讲时代进步得太紧，学校老师的即个甲囡仔的相处哦来不及？这个问题有哦，咱伫人权甲学校的学生的安全来讲这件代志。咱伫中要安怎去处理，就讲这两个问题的平衡点啦。那我一直咧认为，讲咱较早咱伫读册的时候，咱若走伙的时候，可能老师还是各种老师的是，伊会经过做老师甲班长会去甲咱检查一下，讲咱的册牌啊检查有讲违禁品无？啊，这件代志的是，互阮遮做家长的是足惊吓，而且是讲。校园是一个上安全的所在。我今日甲透早甲囡仔送出门，甲讲较注意细字的哦，平安爱注意。结果下晡电话若一来，这个是大人的心是真艰苦的。会丢一个对不对？伊人伫病院，而且佫来讲，咱知影讲这昨昏这个囡仔已经过哦。那所以说，老师有这权利讲，他来像讲咱学校有一个办法无？然后，或者老师有这个权利来他讲保护讲其他的囡仔的安全。你无可能叫教育部讲嘛，咱拢去甲咱装一个金属防测器嘛，啊，是吧？你若有啥金属就啪啪啪啪，迄是无可能的代志。所以咱一定要注重的是啥？我想讲爱去是毋是讲比照咱即马教育现场有一个春晖专案。啊，春晖专案内底伊就讲甲足清楚，伊内底有校长。有召集老师，可能阁有家长的代表。那这个高风险的学生，
咱即马存在台湾的校园有偌济，教育部无甲讲讲，咱即个即马毋知讲，家长会知讲，像即个囡仔的行为会发生的时候，即个高风险的学生，啊，搁伫校园有偌济，啊，咱无法度去学校，像拄则咱讲的，无法度去甲讲，注意者，啊，过来咱强调的，咱即马。咱的教育方场会常常面对的是啥？你知影？高中老师怪国中的老师讲，啊，你囡仔教无好，啊，国中来怪国小讲，啊，你国小教了无好，啊，这是一来感觉讲，这是足奇怪的教育方场，因为咱咧国小内底，咱爱认真来讲去注意讲伊的品格。其实，阮伫全国家长联盟伫10月时，阮有做一个问卷调查，有5000份的回收。家长拢讲啥？你知影？上注重的品格的教育，可是品格的教育伊爱落实伫生活中。但是你知影？你甲囡仔逐工拢甲送补习班，送遐补习班，结果你知影？亲子的相间的相处，伊就少。那少的是你是要安怎甲囡仔来沟通这个代志，来甲伊建立正确的价值观。那所以李署长，你有赞成讲某一个程度教育部或者是讲法定上，互教育部有这个权利，互老师有这个权利，会当来抄囡仔的册包。我认为这有哦，因为教育部伊伫春晖窗外时，伊有法度去研究，伊通去研究，伊有一个制度，咱这个办法一定要足严谨的，变成讲你甚至爱互伊的家长知影讲，这个囡仔的行为什么情形。然后，即马上惊就是啥？你知影？其实老师伊有人啊有爱心，伊老师都找袂到家长，家长根本就歹插教学生，结果这个问题有无？就造成咱今日就是讲师生伊的沟通不良，变三不管吼。啊，然后这教育这责任是因为咱已经无在调，所以咱是希望讲，咱这个学会当教育部会当讲，因为这种是咱后届咱台湾的囡仔。一定会讲，愈来甲社会，像讲拄则主持人讲的，愈来愈社会化。咱互伊较大汉的是，迄不得了的，愈正经讲的，正经愈来愈大尾。所以我咱就想讲，你讲要进着这个办法，我进行是讲伊保护其他你知影，会囡仔安全。阮伫家长，阮是赞成讲，应该要有一个办法、个制度来去检讨老师伊每一种有法度一种的。权利来进行讲去检查册牌啊，是毋是有带违禁品？无你即摆来讲，教育部今日讲的违禁品的讲物件，你导师爱负责任，啊导师都无权利去检查册牌啊，叫个导师爱负责任。你导师也毋是神啊，导师伊透视眼哦，伊一看咱讲哇，有诈物件，这就是我即摆讲，应该是爱互老师有这个就是这个权利，啊毋过安怎做？爱好我讨论，爱好我讨论。水林你有同意无？我小概无赞成，因为我是感觉讲这人权是最重要的，所以若做你去若做老师还是教官去还你的册牌啊，我感觉讲这是一个侵害人权的代志，安尼安尼咱换一个面向来想哦，若做你想要伤害。你的同学，你会当用椅啊，你会当用桌啊，你会当用每一件物件，你若想要做这件代志，你一定会使去做。所以你若做有美工刀、萝卜刀迄种桌啊伫身上，我感觉这毋是一个问题。较重要的问题是学校有去落实迄3级辅导机制。就是讲做学校有这个能力去了解，就是学生现在是不是？你讲3级辅導機制，都3級。我若做無記唔對，第一個應該是互學校去了解講即馬學生嘅發展是安怎。啊，過去這個第一屆應該是好，就是好全部的學生。啊，第二屆，第二屆，我感覺是老師，還是咱講做
我有一丝啊无袂记哩，会当和迄李先生来甲我讲一咱下。第一级的迄个辅导机制，就是咱的导师，咱的导师，导师就是学生囡仔对啦，第一个。第二就是咱的下的迄落卫生室，咱的辅导老师、专辅老师、专业辅导老师。第三是就是关的内底有行为老师，伊内底有社工师、有心理咨商师，那伊有一个学生咨商委员会。啊，伊就问题我讲，定这个问题是啥？甲第二级无啊，嘛是关喺下家己处理，无甲关的来，无甲市的来。为什么你知影？市的关的伊的服务量。伊内底10个人，袂负啦，伊无应付啦，无都应付。2、3万的学生，无那爱你副执行长因来处理，对不对？无你外口人就咱就拢处理好啊，你外口 NGO 团体就免创啊。所以我歹势，咱瑞玲阁继续，系啊。不要紧，不要紧。安尼所以咱 EDU 伫明年的1月2号会做一个校园的新辅政策白皮书的。记者会，安尼咱就会来去看即马校园的辅导机制，敢嘛有落实，还是讲即马咱的老师有够？我现在再回头来问你讲，恁即马有啥物物件会当先，咱们再先甲阮讲一下小偏方者吼。但我即摆问王教授吼，他照咱所讲的种除了预防甲抄册包，吼随你嘛讲啊。伊若真正要对人不利吼，伊石头摕起来嘛是结啊，椅刀摕起来嘛是结啊，当然，但是有迄个动机的人是安尼。除了这，难道拢无其他的方式吗？除了这3级的这个辅导制，还是讲实务上，咱会当安怎来做？比如讲，甲当做是讲。警察对社区的安慰，还是讲这不伦不类，袂使安尼用。因为其实应该咧讲啦吼，就是讲，咱即摆咧讲即个校园的安全的问题，即摆咱咧讲的，拄啊来宾咧讲的即个代志，可能拢是咱咧讲的，人讲的硬体、硬体，啊是讲学校的一个制度性，啊一寡设施，安尼拢处理啊。但是即摆一个问题，即摆出伫遮，拄啊嘛有咧讨论到，什么问题呢？就是你若讲甲班级是要安怎处理？比如讲，咱学校的，比如讲，咱这个校园的安全的这个评估，拢是一寡硬体，还是讲你有监视器无？你讲你有一寡或者自我防护的能力无？啊，佮有一寡合作的制度有无？但是咱甲班级内底有当时有一个，阮有一个感叹吼。莫讲拄仔咧讲啊，拢咧怪，那像阮的大学，毋得开玩笑咧讲，啊，拢高中无教好，上来大学安尼啦。毋是安尼讲啦，吼，是讲有当时啊，这是可能这成长的过程当中，拢会有一寡安尼问题。但是讲，我感觉我个人的立场是讲，拄仔有在讨论这个问题啊，就是讲，即马足侪老师有一个感觉，就是讲，因即马有责任，但是无权利。咱即马拢无一寡筹码会当做任何的代志嘛？像以前像主持人咧讲的，啊，以前咱会当可能连讲早会，也是讲迄个时阵吼，会当册包啊，我掀起来，大概吼掀起来看者安尼，也是安怎迄个，啊，但即马可能拢无法度做这个代志，吼啊是讲，那即马变成讲，那即马这个导师可能你什么代志拢无法度做，我是感觉做导师我那辛苦啦，啊出代志可能爱导师负责，啊但是导师什么代志拢无法度做，这个问题是要安怎处理？啊，拄仔嘛讲着三级啊，3级第一级就是导师嘛，第二级就是辅导老师嘛，第3级就是咱各管区的学生辅导咨商中心啦，学生咨商中心啦吼啊，但是拄仔有一个实务上就是到第2级就没有啊啦吼这个问题是安尼。就是讲，咱即马爱思考一个问题，囡仔这个代志是一个悲剧，伊嘛发生啊，这个重大事件发生的时阵，是毋是应该有一寡制度应该爱配套来做一寡改变？当然，拄啊内面有咧讲，这会当探讨，但是这个代志一定就是讲，我感觉若无安尼来处理，还是讲即马也着安尼过去了。是毋是会有第2件、第3件？你讲无毋对，你讲可能摕椅啊、摕啊石，还是摕迄个拢有可能，但是这个制度，也是讲导师是毋是应该爱，互伊有一寡适当的莫讲伤超过，在合乎人权的部分之下，互伊有一寡适当的会当你
那讲管教权，还是讲小可嘛有一档筹码，一档互小可甲学生考劝一下嘛好啦，莫讲管教啦，考劝一下嘛好啦。安尼至少无即摆恁变讲啥物代志，伊拢爱担，但是拢无法度做啥物嘛。你即摆入去，你嘛是无法度抄啊。那等下若要抄，就是爱录影，录影个两三个人伫边安尼看，若抄无，哇，搁害啊，一下就无就害啊，是问题是安尼啊。头早王老师有讲着讲，爱互伊赋予老师有一寡权利，但是譬如讲以咱副执行长恁的角色来讲，爱有啥物权利？我看是安尼啊，因为我无认为讲这是导师的责任，一个人的责任。因为这件代志虽然发生伫学校内底，但是伊牵连的呢，伫学校以外的社区甲家庭嘛，可能拢有关系啊。因为这囡仔有这种个性，有这种摕这物件来学校，伊到底是惊啥，还是讲伊真是要为着啥物代志？哈，这应该是一个，这是一个广泛的问题，毋是讲伫学校内底的代志哦。所以我认为讲有4种囡仔吼，咱都要去甲注意。第一种就是讲，伊厝内呢有迄种家庭暴力发生，伊长期吼伫迄个暴力环境长大。第二种呢，就是讲伊家里的功能丧失，讲父母离婚啊，就讲一寡管教的能力是无的。第三种就是讲伊住的社区是危险的社区，伊常常爱看到暴力事件。啊，第四种就是讲一寡囡仔呢有一寡情绪的困扰、情绪的问题。啊，不管伊的来源是啥，因为这种情绪困扰的囡仔呢，伊社交能力就较差嘛。所以你来当锁定几寡去明确的目标。啊，你3级制度可以集中去帮助这些孩子，啊，嘛要避免讲给因标签化。这特别被人家照顾。啊，这春晖专案呢？对，啊，所以这困难就是讲，你都要找标的伫对，哈，啊，你的辅导机制应该安怎做？伫学校内、学校外，你安怎合作？我认为是安尼啦。所以你若完全靠导师讲，啊去查有大啥，啊，规工就做这种代志啊。副执行长。在恁这个礼幼中心吼，恁会当上大的这 capacity 哦，上大的能量会当服务偌侪学生啊？一个社工吼，一个月会当服务到20个就盖够啊。盖够啊。一个对20个哦。就盖够啊。我想你头毛烧。你想看嘛？你参一个囡仔会谈，讲代志，讲的你都要写记录，吼。迄就2、3点钟去啊，一工8点钟，你一礼拜会当做偌个。偌济，一个对20个。但是这嘛是足，你若要做到足好的一个社工吼，伊上好是控制一个10个来，因为你着去服务伊的家长吼，啊，伊若想要打工，还是讲想要学啥物功夫，你嘛要给他斗3工，啊，讲因厝内要啥物申请啥物补助，你嘛要给他斗3工，所以迄社工的责任太大。我30年前伫部落内面咧做这种类似的研究的时候。我一个对3个，我都根本受不了啊！但是即马政府互阮的工作拢是一个中心，互你5个社工，你一年爱服务160个左右的囡仔。所以你若咱平均落来一个人，一个月在按的，差不多拢爱得要到20个，吼，上无嘛爱15个左右。所以这个路程是足大的啦。哇！头你讲迄3级的，完全就无可能嘛，理事长。因为什么3级无可能，就是咱平济这个社工心理师少，所以伊上来甲阮学生辅导咨商中心的时，阮会尽量杀，阮就尽量杀。其实我干嘛是一个县区的学生辅导咨商中心的委员，为什么？你嘛是考注了对吧？对。然后阮咧用的是认为讲，这都2级辅导都会当啊，所以并无法度讲一直。甲即个问题哦，像即个囡仔，我咧想啦，应该嘛是列入为2级辅导的专辅的老师伊的辅导的行为。问题有哦，伊更加需要是3级的辅导，伊3级的辅导的能力，咱伫即马台湾的学校的体制，伊并无讲做甲足落实的，所以毋敢会讲像讲像那个执行长因安尼拜托讲即个民间的团体会当。来合作，然后派案一抓互因，那这是这学校的连结的一个资源。可是咱即马就是讲，咱的辅导的机制有哦，辅导的机制，咱前面爱较认真来做，而且咱即马上重视是啥？你知影？伊即马即个囡仔伫咱少年的辅导员出来了后，伊搁直接
互你关，莫讲啦，互你入去2个月，过来最多再辅导个2个月、4个月出来，伊都爱搁倒来咱这个融合的学校的教育。那是毋是咱中即马拢无去讨论着讲，伊是毋是搁有一个较衔接的，像春晖学校安尼、慈微分班，互伊过渡的，互伊过渡伫遐内底，互伊适应了有无？然后伊毋是像讲咱咧城镇中学啊、敦平中学迄种无共，伊是互伊较类似。转来到外社会去啊。对，咱就是讲有一个类似讲，咱即马有无？咱的中辍生，咱即马即个迄落个呐模式已经做甲足好啊。咱全台湾12间慈微分校，咱甚至新北市伊还佫有滨区嘛有，啊我苗栗的建国，阮有建国分校。这拢有，然后头文嘛拢有，可是咱即马这个非少年的这人物就是这人有哦，咱今日伊若讲行为偏差，然后入去感化院要出来时，好2个月出来时有无？伊无中一个中介学校，互伊过去。所以他的意思你所讲的迄一款建国学校，迄无法度收容这个对感化院出来啊？袂使，因为迄是低收入户加咱的中辍生，吼，咱的中辍生啊低收入，伊的规格。啊，这种人有偌济？其实大家就想讲啊，为了这种人，若是少数，我搁爱起一个学校，搁创啥物，我哩真麻烦。咱其实这种人，你家己你看讲咱即摆5间的中学哦，收12岁，这是较严重，到18岁，因的犯的案是较低。每一间学校，咱伫新竹开始，新竹有一个，咱新竹吼，新竹有一个城镇中学，然后桃园有敦品中学，然后彰化有励志中学，高雄有明阳中学，这内底拢收300-400个囡仔咧，这拢一比这台人伤害、诈欺，拢有诶这个案例甲分析，伊这是。因为咱较早是少年感化院，伊为着要互咱12年的那个国教开始实施，伊就成立这个。啊，这5间学校是圣经讲内底会变成互因有当合适，啊有当啊变成是，就问题咱中是毋是有一个较有人性的，像慈微学校这样有没有？过渡性，互伊他讲会当适应，毋好讲你今日去咱这个感化莫讲去辅导院出来，然后嘛无去感化院，伊直接就讲啊，这已经拢满啊，伊就是咱无法度去人入的。这我先来问王教授吼，这个制度当初是有当时时代的背景啦吼。啊，你敢你会当对这个背景先讲咱听啊？然后讲你有赞成，为你是用所讲的讲，中央还佫一个过渡，啊，互伊安尼，敢若咱饲迄个鸭叫吼，若是风台来吼，啊，互伊先安尼野放，啊野放，等下互伊较开阔的所在，啊慢慢互适应，才互伊放出去，安尼。其实应该是拄啊，你时阵咧讲，我来补充一下吼。第一点，咱这个关护所、少年关护所，即摆现主席的制度就是安尼。你若进前，你若讲要入去的时阵，是毋是啊？就入去啊？你本来你入去了，要搁放出来。吼，差不多2个月，啊，就延长嘛1个月安尼尔，吼，啊放出来了后，嘛是搁等于原学校，你要先甲通知讲原学校，即嘛是安尼处理，现主事是安尼，吼，这是这变讲这是甲少年法定的一寡法官的裁定有关系，吼，啊，就是讲裁定讲即嘛现主事咱看到这个案件，裁定收容是去少年关护所，啊，台湾有2间独立的少年关护所，伫台湾台北少年关护所，甲台湾台南少年关护所，啊，其他拢是伫干嘛内底附设的，拢有，但是主要独立有2间。好，这少管所是一个制度，咱就甲想象讲，这个少管所就是讲进前，吼，咱有一寡那成人的有一寡看守所，迄就是成人的这个羁押的被告的概念。啊，即嘛少管所有点这样的味道，不完全一样。啊，但是拄啊，你有阵咧讲的，几间学校我小可讲者吼，有几间啦，拄啊咧讲的，为桃园开始。桃园一检或者桃园少年福利院，吼，啊，搁有一间或者彰化少年福利院，啊，这福利院内底在做的工作，就是做感化教育、感化教育，一期是3年的时间，吼，感化教育，啊，过来呢，有咱少年事件处理法内底有一个或者少年的徒刑，就是你甲判徒刑的啦，就是讲这动作可能要判徒刑的啦，上去倒呢，上去高雄燕巢的明阳中学。
明阳中学其实以早吼，这里时代背景有淡薄等，就是讲以早这里或者明阳中学以早是或者新竹少年监狱，可能大家拢有听过，做迁去高雄，做或者吼，做或者明阳中学，吼啊这学校啊尾啊，头远的改做敦品中学，啊彰化改做励志中学，啊这的物件合起来拢或者矫正学校。当初有一个时代背景啦，就是有立法委员讲吼，因为这囡仔吼爱用爱的教育，所以拢改做学校。本来是一寡迄个措施拢改做学校，啊这嘛无毋对，但是这是变讲，因为伊的收容的迄个无共款，就是讲咱即马还有一间新竹的城镇中学，本来是高雄少年这福利院刷起来新德，所以两个小可对调的感觉，嘿，感觉是安尼。所以感化教育有3间所在，即马有3间，就是桃园的敦品、新竹的城镇，甲或者彰化或者这个励志，吼啊，励志是目前有收查某的，吼啊，其他拢敢若收查甫的尔，安尼，这是感化教育的一个3年的，啊，图形的就是伫高雄的明阳中学，啊，明阳中学就是讲你看判偌久，我进前的博士论文就是在做这个，啊，有人伫内底判几年呢？判18年，啊，怎啊关个？变讲少年犯判到18年。台人判18年，啊，台了啊，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啊，伊是毋是可能关到伊超过少年的时间，甲21岁爱刷去成人监，搁继续关。若讲都无假释的情况之下，就是安尼。所以这制度是安尼的演变，但是这边讲有当时有一个问题，就是讲因为因内底收容的迄个对象无啥共款，有的像少管所期间短嘛，来来去去嘛，有人在讲一个笑话啦，讲你讲。有当时啊，这时间伤短吼，人讲学好不足，学坏有余啦。这有当有淡薄道理，对啦。变讲你讲，人讲的这或者犯罪研究所啦，是对毋对？我感觉这留互大家探讨。但是有可能是安尼嘛？我进前你讲，有当时啊，因咧少年咧讲这个代志嘛。你讲少年犯伊第1届会惊，第2届会听，第3届会变啊？都甲伊拼，对啊，就是甲伊拼啊。所以就袂惊嘛。有当时啊，你看伊入去开庭，还是讲伊被迄个保护管束。啊，定定拢熟悉，拢你看啊，比如讲咱这几个拢熟悉，啊，去佮开讲过来拍招呼有无？啊，大家拢熟悉了，所以讲有当时啊，这个制度来讲，是毋是会当对因来讲会有一寡好处的功效？我感觉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现主是这个制度来讲，啊，像即马这个或者这个案件，这个人可能进前可能有伫少管所待过。啊，可能有一寡，但是我无意去讲他怎么样的问题，但是讲伊这个部分是毋是伊可能对于这个制度可能较袂惊吓，因为伊可能有入去唔拿一届，有可能是安尼，对啊，所以是安尼的状况，所以这个制度是安尼啦。所以老师，你有认为赞同李署长所讲的，说应该喺中间有一个过渡，后来观察讲有适合搁转去无？这吼，这是安尼，拄啊，李署长讲的嘛，讲得真好，就是讲伊这个中错的问题。以这个物件或者中介教育措施，这是发展较早嘛较成熟，所以讲可能一寡代志。那这中介教育措施有一个问题，就是讲，阮以早嘛有咧讲一件代志，就是讲以早咱即马是毋是咱在学一寡物件，逐个人变讲一个桌顶好啦，在食菜，咱是毋是讲有一寡菜咱无爱食，有无？那这个概念就是进前阮有在推动一个物件，或者选题教育，选择选题也算啦，热高题迄选题教育，就是讲一寡代志，若讲因一寡主流的教育，也是讲迄个无法度，咱互伊食甲足好势，可能一寡物件多元发展，但是互一寡物件互伊会当去做一寡安尼这个课程啊，这个物件来安尼处理啊，一寡因内底有一寡词汇班是安尼处理无毋对，但是。这个是建制在一个或者讲伊即嘛是或者义务教育啊做安尼处理啊，当然咱少管所出来的时阵，伊嘛是义务教育，但是伊就无即地，因为伊的时间变成讲你若讲真正能够会出来了后，啊，佮等于这个措施，我不反对，但是虾米人要接这个囡仔，我感觉这是一个上大的问题。就变做爱佮开人啊，他说听起来就知影讲你像 NGO 团体因就。这假啦着。我要搁讲者，就是讲有当时咱即摆少年法院的法官在做一寡裁定，伊有一个项目，因为有几种啦吼。第一种就是讲少年法院法官来甲你吼骂骂或者训诫，训诫其实效果有限啦。法官甲你骂骂你嘛讲我就我袂记啊吼。啊，过来就是安置辅导，但是即摆有当时啊，这少年法院的法官有一个问题，就是讲你安置辅导，你要采去倒位？
NGO 其实像你哦，也是像一寡，迄拢足有心的啦。但是有的人就是讲，你若讲迄个，因为这少年啊，有当时啊变讲人较无爱去接这个囡仔，有当时啊，这个捐款宁可都捐给一些慈善机构，也不愿意捐给这一些就是辅导这些的孩子。我感觉真辛苦，所以因咧做足辛苦的。吼，过来。就是讲过来就是有拄仔讲的感化教育，过来就是少年图形的执行无问题。但是拄仔咧讲，这就是类似有一淡薄仔或者安置，但是这个人谁要来收这个囡仔？什么人愿意要收这个囡仔？咱即马法院的法官，你要做安置的裁定的时阵，根本有当时你要裁去倒位，伊唔知要裁去倒位啊。无所在啦。无所在，北部可能会使，但是你看，那中部的法院也是南部一寡少年法庭，你要裁去倒位，你有当咱北部有当裁去东部呢？才去东部，才去花莲台东呢，啊！所以你讲什么人要收这个囡仔？当然这利益是足好的，但是我嘛感觉，我嘛赞成。这若讲有一个安尼衔接，搁等于学校，因为毕竟是义务教育，要互伊完成啊，顺利好摕到表证书，迄是上重要。啊，在教育的过程当中，莫去落对去。但是什么人要收？我感觉这是一个问题。水林，你听这三位先辈安尼讲吼，你要开始推出。恁家己的这个少年的白皮书吼，对，恁敢有考虑到这种问题？就是讲，我唔知啦吼，就是讲，这个中介机构，互因会当来适应，未适应的来搁转去。恁敢有想到这？还是讲你这头仔听起来，你感觉有需要无需要？甚至我听起来应该拢是资源甲人力的问题呢？拢像 NGO 团体也好，还是讲亲像理事长也好。公部门拢欠人啊！我感觉头拄啊，这三个老师啊，个理事长讲的嘛是足有道理，嘛一定爱做。但是咱学生的团体去看的较济，应该是头拄啊主持人讲的资源个人力举例来说好了，咱伫大学，咱若做想要找迄咨商心理师哦。像迄台大，咱拢爱排差不多2个礼拜、3个礼拜、4个礼拜，会拄到一个。排2、3、4礼拜。对，就是你若做无紧急需求，你爱排差不多2个礼拜、3个礼拜、4个礼拜，才有通好有一个咨商服务。伫高中咱看的问题是，大家拢知影有辅导室。但是大家拢无爱去，系啊，因为现在无爱去啊。我讲有足侪面向会当谈，会当来讨论。第一个就是一个污名化的问题，因为咱拢会讲你一定是有问题，你才会去辅导室所以我当然无想要互我的同学看到，想讲我是有这个问题的人所以我都无想要入去辅导室搁有第二个问题，可能就是讲，伊想讲伊家己会当家己处理好，但是伊其实袂使。我就处理好。系啊，所以我感觉这2个问题是咱伫看上济，所以咱伫后礼拜要推的这个心理校园心辅政策白皮书，咱一定会讲的一个物件，就是咱即马学生辅导法有伫。定这个辅导老师的这个下限，我记得原先应该是1:1200，就是这个数字其实是很大的，就是1:1200哦。嘿啊，是要辅导啥物？就是无够啊，所以咱感觉讲至少爱1:800，因为咱看即马忧郁症的盛行人口差不多是8%。所以差不多1:800，才会当有够去服务咱的学生。所以在法制面，咱一定爱先来处理。所以恁的白皮书是针对着这来呼吁啦吼。这是主要的啦，但是嘛是有其他的面向安尼。这讲起来还是拢人力的问题吼，理事长，你因为恁这联合会吼，已经是收集各式各样的这个学生的问题吼。敢是能力充足了，就当解决大部分的问题吗？这个问题主持人问了足好，因为伫家长的参与权，阮常常去看到啥，关心学要想要关心这个囡仔有问题的囡仔的家长，通常伊拢找无。
然后找无家长，找无家长，像咱学校会办的亲子活动嘛，班亲会、甲运动会，永远来的拢是热心的校长。啊，其实这拢是正常的家长，较袂有这个问题。那进前是说，咱来讲弱势的家庭，然后问题的学生的家长，隔代教养的家长，老师想要去找这个囡仔出来，其实这个家长佫无一定要插销老师。这是阮即马教育现场内底上感觉讲爱去注意，而且呢，咱讲树仔啦，若细丛的是无去甲雕，你甲伊甲大丛的是要甲雕，绝对会愈会反大愈大。所以咱应该是伫幼稚园甲国小的品格的教育，你就爱很扎实的落实，袂当讲啊我简，钱拢有开嘛，啊大家就翕相翕的，啊就煞。应该是正经甲融入伊的生活当中，啊这是你教育部，你每一个老师过来你。我认为啊吼，咱一连串不管讲伫这个事件来讲，我感觉导师这个问题有无，是毋是足重要？导师来讲，导师咱即马因的学校的专业的研习，不管讲因的社会科啊、数学科啊，因拢有一个社群研习。可是唯伫啦吼，咱台湾，我莫名其妙我考调老师，我就来做老师，老师无人教教，我要哪去做导师？上菜你就先来做导师，所以伊心内素质并无讲遐尼好，无遐强哦，无遐尼强，所以你即马教育部你是毋是上好嘛来一个这社群，你已经课程你已经课程你已经发展甲足完全，你是毋是嘛爱来鼓励讲来导师嘛爱来进行，导师你嘛爱成立社群来做安那来做导师，然后安那来做辅导。我看这点应该去同意吧？哦，李处长，这安尼愈讲愈多，我相信吼，你一个学生可能也爱有导师落去，互伊赋能，吼，会当来面对着学生各式各样问题。啊，另外，这个心理辅导、智商辅导老师爱变甲1比800，一比800，1比800敢有够？无够。我较早做迄个中辍学院，我做几若年哦。啊，迄阵啊做中辍学院，我是4个社工，上济15个囡仔，阮都挡袂掉啊。嘿，因为遮囡仔吼，拢是伫咧学校伊无爱读册嘛，无兴趣，啊伫咧外口拢交一寡朋友嘛，所以你若想讲啊，要互伊讲去帮助他讲啊，去找到你以后有兴趣的代志，即件代志就无简单啦。吼，啊，佫毋免讲因为有一寡囡仔是讲。自细汉就去人拍大汉的吼，啊有一寡创伤、情绪的问题，你来处理。吼，啊，佫有一寡囡仔是讲，啊伊都拢伫朋友拢伫外口，欢喜佚佗的嘛，啊伊嘛缀佚佗走，啊就无愿意来学校。啊，我是介赞成讲，应该有一寡迄个学校以外的选择啦，因为学校的课程拢是较有限、较限制嘛。因为我有记得，我有1年的囡仔吼，想要学广东话；第2年的囡仔想要学日文；第3年的囡仔想要学韩文。因就是无爱读英文，因为伫学校伊就会教育甲英文学英文变做一个痛较无趣味，痛苦的代志。啊，因想要讲啊，我常常看韩剧、看日剧，想要学这。啊，咱即摆若讲伫咧学校要开遮个课嘛，无可能。但是你若有当讲吼民间团体来为遮囡仔，互伊提供一寡选择，我感觉这嘛是好代志啦。这看起来吼，若要补这个破网吼，就我甲算讲，这是社会安全网的一种啦吼。要补这个破网，这就爱填，遐就爱填，遐就爱填吼。填到这个网吼，咱若是填伤肉，这边甲扣紧起来吼，迄边嘛是会破去呢。到底倒一个是优先，啊先甲关起来了后，会当来一体，啊照顺序来做。老师，恁敢有这个料想讲？应该爱对什么开始先落去做？是资源，还是讲像这硬体？硬体我相信应该在我认知是还好。啊，那软体到底是应该是什么爱先独手落去，轻落去做，才有通马上来达到讲大家的期望。啊，不上无像这是这行长因这卖遐忝，啊因讲要1比800，教育部讲要1比900。哦，啊，到底这是毋是上主要爱优先来处理，还是亲像这个李处长所讲，无喏，应该爱对这个
老师导师的训练，甚至还有赋予所有的这个权利，到底对这种较重要啊？我个人的感觉吼，因为拄啊主持人讲得真好，你讲这个安全网的问题，还是讲这硬体可能无啥问题啦。啊，即寡拢有投资，迄就变成讲落补助入面拢有做。但是我感觉上重要一个代志，尤其以这个案例来讲，其实或者咱情绪的教育，我感觉足重要的。情绪的教育要向下扎根，就是为小学开始做起，还是讲咱以前咧讲的或者礼貌教育，我感觉这嘛足重要的。有当时啊，变讲你即马一寡代志，尤其这个情绪的问题，吼，变讲不管是伊可能人讲无一定是甲忧郁症，有当时啊一寡忧郁情绪，也是一寡物件，咱是要安怎去疏导。我感觉这个变讲要为这个软体，这嘛会当即刻来做的代志。啊，一寡你讲啊，未来你讲辅导，也是讲这智商这个物件，就是可能已经淡薄啊，小可有一仔怪有一仔问题，咱才去介入，但是。上优先呢，我感觉嘛是要为教育开始。阮虽然阮是伫教育界，但是阮感觉教育嘛是真重要的。你一个树啊，你要生做安怎？为一开始，你这个种子开始来处理，这我感觉这足重要。所以感觉情绪教育，也是拄仔咧讲的品德教育，也是讲以前咱有当咧讲礼貌教育，这足重要。有当时啊，你教为幼稚园的囡仔教伊讲有礼貌，这敢有效无？我感觉有效呢。有当加减，你讲一寡代志，你行伫路顶，也是感觉你有礼貌的代志，啊，一寡代志可能就袂有一寡冲突的发生。比如讲，我甲你好来好去嘛，比如讲，主持人我甲你讲啊，拢甲你请安问好，甲你点头，甲你问好，甲你请安，啊，可能有一寡冲突就袂发生啊嘛。啊，即摆是讲可能有当时咱一寡少年仔在相处的时阵，有当时咧讲的就是。咱讲的直来直往啦，吼，较比较直白啦。直白是不是歹？不一定歹，但是有当时直白，人定咧讲啊，说者无心，听者有心啊。你有当时啊，你是无意，你是讲你是有当时你唔是超过一边咧讲的，但是人听会足爱叫的啊，爱叫就是反正这冲突就发生啊。所以我感觉这个物件，尤其这个情绪的教育，也是礼貌教育，我感觉这个物件也是品德教育，我感觉这是足重要。我个人认为，爱为这个先开始。这嘛是即马现主是拢会当做会到的，这是安尼。情绪教育吼，啊，有个人讲无吼，你著爱进学校门口来挂礼仪廉体，吼，礼仪廉体，啊，才有通好好来教。啊，我是相信讲吼，一条白板哦，无一定让改变啥物啦，爱有行动，爱落实啦。但是对因即马的少年人来看，恁感觉学校开始教情绪教育？还是讲礼貌教育，还是什么教育？恁敢有啥物其他的主张？咱的培培所内底一定会甲头拄仔老师讲的情绪教育来放伫内底。安尼我嘛想讲第118课纲，就是还有一个课纲，应该是爱甲这情绪教育放伫内底。因为这是最重要的。啊，那做咱头拄仔讨论的品格教育，我感觉讲自以前到即马，这个一定是最重要的。但是用无共的形式去呈现啊，可能以前咱会用礼义廉耻，但是即马咱是用迄公民道德素养。所以我感觉这其实是共无冲突，无冲突。这可能嘛是会当来互补的。安尼，无一定爱礼义廉耻啦吼。啊，理事长，咱即马看吼，到底学校有通预防无啦？咱虽然讲咱3级辅导，难道就是加强老师的这权力，就通预防吗？咱今日讲今日预防，今日咱迄落教育部都嘛讲啊，应该是加强就是咱的导师的时间。互导师会当讲去发现讲这个囡仔拢注意到，那就是讲问题。咱即马来讲，导师的压力嘛是足大，所以我感觉讲，我就讲，咱是咪讲爱来训练这导师伊嘛爱去保护伊家己的安全，因为我感觉讲，咱即马有无会当做的，对囡仔会当尽量开始做的是，就是正经第一线就是。导师的时间爱增加，互伊通去关心伊班上的班级经营。啊，刚我都讲去处理这了。再来就是说，正经我嘛同意讲，瑞麟甲迄落
老师讲的吼，咱教授讲的，情绪教育，咱的情绪控管，因为这囡仔真正搞不好引起一时的冲突，无啥问题，造成这么严重的代志，是无愿意一个人看到的社会事件。那所以我变成讲，较注重的，我还是认为讲，导师的导师写啦。其实咱有讲，咱曾教授有写一本导师写，咱想讲，互这导师有无，好啊，会当讲，来去做专人的职能，因为咱之前嘛讲每一个老师，教会晓教册啊，你无教讲会晓去做导师啦吼。但是吼，衍生吼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讲，咱的教育拢强调讲有教无类啦，吼，袂当放弃任何一个囡仔，吼。但是伊吼，咱这个副执行长恁的经验吼，会去来去到恁遮，应该是某种程度60%-70%拢叫人放弃啊，才会走来。是毋是安尼？部分啊，有部分是伊家己伫咧学校无兴趣，有一部分是讲学校老师感觉讲这个囡仔伫咧学校伊的效果无好，影响别个囡仔。我较早是安尼吼。那对阮来讲呢，去了解学生到底想要学啥，会当配合伊要学的物件去互伊较适合的迄个学习课程，安尼较有路用。但是这问题就是讲，伊若要安怎衔接即摆教育的内容，这是一个较大的问题。但是你注意来看，讲其实每一个囡仔的成长历程，伊拢无一定爱照学校所教的物件，伊较多成长。我有一个囡仔伊到30岁的时阵有一天讲看到伊少年时阵嘛是拢伫咧个看守所安尼，关护所安尼来来去去。伊30岁的时阵，伊有刚看到人起大楼。伊讲哇，迄有够牛的啊！徛伫遐悬的所在，我嘛要来做看卖，他就喜欢上了。伊到30岁较有机会去去发现讲我原来是爱做这，尾啊伊即摆40几岁拢会做这，所以我感觉讲吼，因为若帮助一个囡仔会当了解家己，去发现讲伊到底是要为着行，要做啥物，要行对条路，安尼较有帮助啦。副执行长，我必须要问你讲，像你头所讲的这个 case 吼，你平均你一个月用偌济时间甲伊相处讲话，互伊了解安尼？我迄个个案吼是国中时阵中辍嘛，佮涉入帮派，所以来我的中辍学院。伊伫我的中辍学院差不多2年，逐工拢来。一开始嘛拢无爱来啊，你都爱去厝诶，甲叫来，甲叫来软硬都要做嘛，有软有硬，叫伊一定爱来。尾啊，讲关系建立得不错，伊愿意讲来遮看伊要学啥，有想法啦，就开始互伊，这嘛开到2年的时间呢，这无简单的代志。足2年的时间。差不多2年的时间呢，所以一个囡仔就要2年的时间。又搁咱咧甲记接的时候，咱搁要说你讲唔通甲身躯甲打一个标签。因为我头会问这个问题，就是我来请教着王教授咱咧讲这个学生的偏差行为的时阵，咱一定要先甲辨别，讲你这有风险，你这无风险。那导师，尤其这嘛是导师的职能之的方式啊。因为我知影讲即所的可能会安全，咱是甲约在边啊，约在边啊来讲，还是讲当面爱来甲处罚，还是安全？这种物件在不管是犯罪防治，还是情绪教育，还是讲什么教育当中，这到底是安怎一种铺排咧？其实我先拄啊迄个你时阵咧讲，我先简单足紧的补充一下，就是讲伊拄啊咧讲到一个导师辅导职能啦，这我嘛这足重要的。伊讲变讲，因为爱有这个职能来讲，变讲你在做班级经营的时阵，也是讲咱这个有当时你一寡偏差行为，才有法度去辨别出来。我感觉这是一个大前提。你可能看一个人怪怪，还是安怎迄落。你讲拄啊，咱伫这犯罪学内底有咧讲一个物件，或者标签理论，是安怎讲？你若讲你自细汉，你就感觉，你就甲我打一个标签，讲你就是迄个捡角去无路用啊。你一直讲我捡角，我就捡角互你看。其实这个问题就是愈舞愈大，愈大坑。一寡物件你若讲细的时阵
以早拄啊，迄个业中心的副执行长咧讲，我要讲一个例，就是讲以早因对中辍生的一个感觉，就是讲有一个标签，我寻回一批狼，带走一群羊。所以你讲，所以这就是一个标签嘛。啊，还有一个实际上你副执行长迄阵啊，应该嘛有听过。你中辍生，你变讲你复习等于你要创安呢？你甲各个单位拢去道歉，你去甲导师道歉，甲同学道歉，甲训导处道歉了，你才有法等于班上。有当时啊，你变讲，这就是足明显的一个标签嘛。所以你讲这个囡仔，哪有可能讲伫遮好好啊，伫遮甲你迄落？因为你看有当时扭袂落迄个面啦。有当你好不容易被人家找回来，无可能是做安尼代志啊。所以简单来讲，就是讲有一个物件，就是讲我感觉这个物件就是讲去标签化，我感觉足重要的代志啦。所以一个代志，我感觉咱社会对于这的人，其实讲伊真的要有一些接纳，相当的理解，要理解甲接纳，我感觉这足重要。能力甲资源哪会落去？是。我都改变。